再来看关系到中央甲地方政府财政划分比例在划法已经25档拢无修法，今仔立法院是继续审查。伫会议一开始就因为发言的时间甲定数的问题，调解立委原计相骂。不要用麦克风，让他开会议。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排审财政收支划分法，不过才请开始尔，就规个吵吵闹闹，拿着两党拢举麦克，大声伫遐匹配叫。民进党立委不满调委陈玉珍限制发言的时间，干那1分钟。卫福部甲地方政府嘛拢无出席，伊规气都甲会叽叽叫的鸡仔提出来拖时间，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反对。国国文认为讲，因为这事关重大，袂当单纯为中央甲地方直接分配，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事权跟财权有相互搭配的问题，这个都不讨论，就只有讨论分钱、抢钱，这有道理吗？拿着甲级动员，展开激烈的攻防。陈玉珍几下宣布休困，不过除了财政部还未提出新的版本，国民党目前上新的版本还阁伫讨论当中。按算甲中央扩大统筹分配税款，由5777亿调降做3208亿，甲民众党版本的数字较歪。至于各县市怎么样在调整，如何去做垂直跟平均的分配，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既然行政院说现在的版本是最好的版本，那就请他们把现在分配的方式把它制度化。但是现在显然是他不想放弃他们这个掌握中央地方财政的分配的权利。去互南北两党来做是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也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已经25年拢无大修法。立法院财政委员拜一、拜三、拜四拢排定几天的议程。调委陈玉珍表示，会请各地方政府的代表伫拜三出席，充分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